阿红呢？我来甲叫。阿红。Hello， 我是要讲气死，我这么紧甲囝仔声，伊都无要甲我应呢。囡仔兄，囡仔姐，我算1、2、3，咱就会叫伊卖算手机啊，好不好？好哈，来啊，1、2、3，卖算手机啊！错我一条，是咧创啥？啊！我伫咧甲你叫，我遮尔紧甲你叫，你就是一直咧看手机啊，看到遮入神。好嘛，卖送手机也卖送，啊，毋过无爱送手机也是要创啥？咱来跳舞，咱就来跳手机啊！好，你甲我讲。因为咱若是一直耍手机啊，对咱的目睭是足损的哦，所以咱来互咱的目睭休困，咱来加做其他的工课哦。好。所以首先，咱就要卖算手机啊！咱伫身躯顶悬拍车啊！啊，咱那呢苦咧，咱顶悬有车啊，下骹嘛爱有车啊！啊，咱的骹床就安尼摇咧，是毋是足简单呢？足简单的。那呢，咱去做伙练习一遍哦。好，准备来哦！咱卖算手机啊，卖背手机啊！哇，大家拢最厉害的哦！真的，过来咧，咱卖算手机啊，无咱来贴插角啊好啊。要安怎贴？像我呢，贴4块插角啊！啊，你若搁较厉害，会当贴起你到厝尾顶哦。贴，对啊，会当一直贴哦。啊，毋过咱即马先贴4块就好。像我呢，贴。哦，大家拢贴到足知的呢。对啊。啊，除了贴插角啊，咱搁会当创啥？我想。无伫厝内，咱会使衣摆啊。衣摆啊，敢若是一个袂歹的选择哦。啊，无咱先衣摆啊，真正咱来先分摆啊，对无？好，安尼咱分4副摆啊，像拄只贴4块插角啊，共款哦。咱安尼分，安尼做伙衣摆啊，分4副哦。4个啦。对，4个啦。啊，毋过一直踮伫厝的，感觉足无聊的呢。对呢，一直困的嘛无好。啊无，咱会使出去行行诶。对啊，咱会当做伙出去踅看咧，行咧，欣赏风景。啊，若感觉行路足无聊，咱嘛会当像即马共款，咱斗阵跳舞唱歌。我要看倒一个囡仔兄囡仔姐跳到上悬哦，咱来比赛哦！1、2、3，做伙跳舞唱歌。哇！我所有人拢要飞起咧天顶去啊呢！对啊，咱伫外口耍遮久啊，咱是毋是嘛应该爱回去厝内底？好，啊毋过要搁回来厝内要创啥？咱来甲厝内斗做工课啊，咱袂当一直伫外口佚佗啊，对无？你敢会甲厝内斗做工课？会啊，我会斗相共扫涂骹，啊，搁有佚虫啊，洗浴巾啊，有啊。啊，你敢知我拢会做啥？啥物？我拢会伫厝诶溜涂骹。这功夫拢安尼溜哦，对啊，当时用手溜较清气啊，所以咱先溜这边，较溜这边。对啊，安尼涂骹溜会互变金起来。除了涂骹爱变金，搁有啥物爱变金？搁有啥物爱变金？咱的目睭啊，咱的目睭休困，伊就会变金哦。所以咱先伫咱的目睭边啊，比2个大的五，安尼摇咧，亲像目睭咧安尼闪闪共款。我看谁的目睭上金哦。大家拢金甲哦，会使去做电话啊。我看大家拢像咧天星共款呢。对啊。即马今夜搁有人咧耍手机啊？哦，无半个。无半人咧耍手机啊！那呢，你敢准备好要做伙来跳舞唱歌咯？准备好咯？准备好啊！咱就做伙来跳这条手机啊！人要手机啊，要看手机啊，人要手机啊，你讲好无啦？好奇的囡仔爱耍手机呀，紧摕着手机呀，着欢喜甲，点点滴滴看，袂甲大人吵。安尼敢好，安尼敢好，安尼敢好哈！人要手机啊，要耍手机呀，袂使。人要手机啊，要背手机呀，袂用啦。人要手机啊，要
人爱耍手机啊。敢有？见摕着手机啊，就飞袂煞，定定直直看，拢无要插歌。歹势啦。安尼讲好，安尼讲好，安尼讲好哈！咱莫耍手机啊，莫飞手机啊，莫看手机啊，来听插嘎嘎。咱莫耍手机啊，莫飞手机啊，莫看手机啊，通来一摆呀。咱莫耍手机。